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滿珍，歡迎收看中嘉新聞週報。北高雄重要地標凹子底開發案19日舉行上樑儀式。這棟47樓層高的複合式商辦大樓將引進知名百貨第三館，預計2028年開幕。目前鋼骨結構幾乎完成，工程已進入外牆帷幕階段，為北高雄天際線再添新亮點。凹子底開發案47層商辦大樓鋼構已接近完成，正進入外牆帷幕施工階段，目標今年底取得使用執照。除了最高235公尺的商辦塔樓，另外有23層飯店及13層大型群樓。有民眾表示，未來47層商辦大樓完成，加上百貨第三館進駐，又有捷運、輕軌的交通便利性，是北高雄最好的商業地段。第一，交通方便，因為它是北高雄的蛋黃區啊，那所以講以後伊伫遮應該是會足好的地點，大家要消費，最直接考慮就是交通問題。對呀、交通很方便吶、對呀、我們刷卡進來就好了。做發展啊，捷運裡邊啊，車輛攏裡邊啊。凹子底開發案昨日舉行上樑儀式，坐擁地後商圈優勢，未來不僅是商業開發，更是帶動產業、消費與就業。北高雄黃金三角百貨商圈即將成型。凹子底在過去原高雄市區來講的話，它是所謂蛋黃區中的蛋黃區啦，那基本上就是說，除了跨過博愛路在凹子底跟左營的交界有異想天地的一個這樣子，第一期、第二期他們也快好了。那在過去的龍華國小舊校地，那現在就是也很感謝富邦集團願意投資高雄，他們即將就是說所謂的一個高雄之星的一個計劃，那未來將會由漢來集團去進駐了，包括有餐飲、美食，甚至過去大家所期待的在北高雄地區沒有影城這件事情。那未來那邊除了這些，其實還有健身房。總樓地板面積達15萬坪的凹子底開發案，位居北高雄核心地段，未來將成為市民共享的生活舞台，一站式滿足各年齡層的休閒、運動與消費需求。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高雄產業與商業持續發展，吸引不少民眾跨縣市移居。有房屋集團統計，各行政區人口涉及資料，從外縣市移居高雄增幅最多的前3名，依序為前金區、前鎮區及三民區。有房屋集團觀察高雄各行政區人口涉及資料，從外縣市入籍到高雄增幅最多的前3熱區，第一名是前金區，其次為前鎮區及三民區，而這3區也是本地人口選擇遷入設籍增幅比例最高的區域。有民眾表示，居住在愛河畔，景致優美，生活機能健全，很適合居住。棟距太遠一點的話，不會有鄰居的干擾，這樣子。然後我們的大樓這邊住戶也很少，才24戶。那讓我從台北搬回來住在這邊的原因就是它安靜，然後又靠愛河。這一帶應該算是還有一些改善啦，因為還是比較屬於靜態活動。愛河那邊啊，那邊嘛去足多，即馬樓梯弄地下一條，風景很美，很優美，有一種很休閒的感覺。一定會，因為這一次我住得比較遠一點，下一次我一定會轉到比較靠近這個區。房仲業者表示，外地客遷入原因多數來自於就業關係，能吸引外地客遷入，誘因包括產業、商業條件集中，通勤與生活機能兼具。外縣市人口到高雄入籍，為什麼最喜歡前金、前鎮跟三民區呢？我們都知道人口他自己會去流向不用賭未來，我現在就要很好用的地方。然後前金、前鎮跟三民是剛好符合這樣的需求。外地人來高雄大部分都是因為工作，所以他們的共同需求就是我不要通勤太久，我要立即就可以上線。所以這3個區域剛好同時具備：一，它不是新話題。它是一個老城區、老底盤的地方。然後第二，我不用等建設，因為建設大部分都已經完成。
第三，生活機能我不是要規劃中的，我是已經要可以使用的。房仲業者也表示，本地人遷籍可能因素來自於換屋或首購客群。對換屋族來說，能以更親民、好入手的房價換取更大空間、兼顧生活機能的居住品質為主要吸引力之一。無論對在地或外來客，買得起、通勤方便、生活品質佳是選擇定居的重要因素。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楠梓區清豐六路與土庫路交叉口的台糖土地，日前由康橋學校財團法人得標，規劃新建幼兒園到高中部的15年一貫學校。里長與議員指出，私立學校進駐可分流就學壓力，也符合區域發展與人口成長需求。水泥地上可以看到燒過金紙的痕跡，另一邊怪手也正在整地。位在清豐六路與土庫路交叉口這一整塊約1.44萬坪的土地，由康橋學校財團法人以年租金3300多萬得標，最少可租30年，最長至70年。據傳康橋將在這裡新建從幼兒園到高中部的15年一貫學校。聽聞消息，在地里長是樂見其成，可以讓我們的這邊的居民去多重選擇。因為有些人或許想要栽培自己的小孩子，因為像這種康橋，它是屬於比較高單價的一個學校，所以它的選擇性呢，也是會有一些人的一些去做選擇。清豐里所處的楠梓區，除了有台積電，更因臨近橋頭科學園區，都是高科技人才的聚集地，也許就是吸引知名私校在此設校的原因。考慮在這邊設置，就可能是未來的橋科或者是台積電，大家想要去培養這些小朋友，那父母也可能在工作的情況之下，可能學校可以幫小朋友去做一個課後輔導，可能父母在相對時間上會比較充裕。不過，就像我剛說的，會有沒有人去做選擇這間學校，就是可能自己會去判斷，因為這是屬於比較高學費的一個學校。而清豐里近幾年人口快速增加，市府預計在118年新設清豐國小。議員認為，知名私校在此設校可以分流就學人數，對地方而言也是福音。如果康橋那邊設校的話，相對的總量管這個學校，它會比較有空間讓其他要就學的學生進去所以說這個是對市民朋友對楠梓區的里民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案。整體來看，若康橋進駐清豐里，不僅可提供完整的15年一貫教育，也符合區域發展與人口成長的需求，對居民而言是一項利多。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鳳山武陵路位於工業區，大型車輛多，車速快。交通局為提升用路安全，多次與地方會勘，最終達成共識，決議設置標線型圓環，改善動線。目前工程施作中，完工後將會是鳳山首座，也是高雄第5處標線型圓環。施工人員用電鑽地，旁邊一根根欄杆已經固定在地面。鳳山武陵路位在工業區內，大車多，車速也快。為了提升用路安全，交通局和地方多次會勘之後達成共識，決議在這裡設置標線型圓環，以解決動線問題。現場仍在施工中，完成之後將是鳳山第1座，也是高雄第5處的標線型圓環。路型是多岔路口。那因此，本局與公務局討論後，為提升用路的安全，經本局與地方民意溝通共識後，設置標線型圓環，來改善路口複雜的一個動線，並作為這個工業區與住宅區之間道路銜接的一個界面，那使車輛進入住宅區的時候可以自然的降速，也符合當地各方向的車輛的轉向的動線需求。那近2日預計可以完工，成為高雄市區第5處的標線型圓環。由於是鳳山的首座標線型圓環，施工過程中許多民眾經過仍然搞不清楚順行方向。不過當地居民倒是相當期待，希望新的標線能夠改善交通狀況，帶來更安全的交通環境。足好勢，對交通較有規矩啊，袂歹呢。因為安尼這個交通會加有足順序啊。那像迄個岡山迄個小公園，登山仔那個小公園，用那條交通可以做安全的。這邊原則上都會開很快，因為我們這邊是跟工業區嘛，所以他們有試車的，還有從外地來
外地來，他們就轉那個，因為碰到紅燈，所以他們會突然轉進來，然後速度都很快，車禍發生率比較高。所以我們做一個圓環，讓里民可以有一個依循的方向。因為我們這第一次做這個嘛，所以里民可能會對這個有一些陌生。然後我們這邊會設置很多號誌，然後跟里民講，就是說你要遵循我們那個地面上很多有那個遵循的號誌，可以讓他們來依循。交通局指出，武陵路標線型圓環完成之後有2大特點：一是車速自然降低，二是動線轉向更順暢。也提醒用路人行經圓環時，請記得優先禮讓環內車輛先行。如果運作順利，也將推廣到更多地區。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位在三民市場附近的香農小麵店，主打香農紅燒排骨麵，品質好味道，吸引不少在地居民成為常客。不過，店家每日僅營業3小時，想要品嘗的饕客得把握時間上門。紅褐色的湯頭微微泛着油光，翠綠的蔥花撒在表面，搭配大塊排骨一起享用，讓人格外滿足。但想吃到這碗味道濃郁的紅燒排骨麵，可得好好把握時間。雖然天天營業，很少公休，但老闆一天只開3個鐘頭，錯過了就得等隔天中午才能吃到。其實客人也一直問我這個問題，就是說你們為什麼營業時間這麼短，怎麼會是只有3個小時？那我都跟他講說，第一個因為我們很懶惰，其實不是懶惰，其實是因為它是一個副業，我們不想要把人生的生活全部都壓注在這個很長的營業時間裡面，對，所以我們就只做中午，而且這邊基於三民市場這邊的附近，它晚上有夜市，所以我們不想要跟他做一個搶客的動作。所以就只有做中午3個小時。過去曾是上班族的老闆，在迎來退休生活後，決定圓夢創業，才有了如今靠近三民市場的香農麵店。雖然餐點主要由老闆娘研發製作，但平時顧店做生意都是老闆一人負責。即便減少了營業的時間，但對料理的用心卻絲毫不減。我們店的招牌是紅燒排骨麵，其實它這個麵我們起初的這個把它研發出來的緣由是一個想法，就是我們希望給很多沒有吃，就是不吃牛肉的人，他有一個吃起來很像是我們豬肉裡面最高級的一個餐點的面食的概念。所以我的想法是說，從牛肉麵的這種頂級的這種香氣裡面，我們能不能創造出一個豬肉也能夠很有香氣？麵我們是用一種不添加的，完全不添加的。然後這個肉的部分，我们都是挑台灣豬，我們都堅持台灣豬，因為我們個人的生活，我們已經對這個食材有很挑的這個水準啊，所以一直我們來做這個餐飲的部分，我們就會秉持這樣子的想法。開業3年左右的小麵店，在巷弄中飄香，靠着招牌的紅燒排骨麵，吸引了不少居民上門。好吃的滋味也讓人一吃成主顧。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來自喜馬拉雅山印度的阿倫和兄弟盧卡選擇在美食首都台南開設餐廳，香料和調味料全數從家鄉引進，希望把最正統的印度風味分享給台灣的朋友。與太太在澳洲相識，婚後決定來台定居。來自印度東北部錫金邦的阿倫，選在台灣的美食之都創業，要將家鄉的美味獻給最懂吃的台南人。Thailand is very famous for the food. You know, we have many different kind of food here in Thailand. So we decide to open a restaurant like where we can give some authentic Indian food. Falafel Me 主廚 Luca 過去曾在印度5星酒店服務，這次與哥哥一起合開餐廳，希望透過他的手藝，讓更多台灣朋友品嘗最道地的北印度菜，如同 Falafel Me 的英文店名 Flavor Flame 一樣。呈現給消費者充滿風味的火焰美食。We try to get a fresh ingredient, and we create our own masalas. And every food we cook right now is freshly cooked. You know, we don't preserve any food in a thing and microwave and give it. We make it right now, and that's why it do take time, but it's juicy. It have freshness on food, and plus we use real ingredients. We don't buy from packet from the, you know, we create our own masalas by ourselves. So I think that's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e try to bring in the food and sector here in Taiwan. 在口味上堅持傳統，在擺盤上發揮創意。Falafel Me 利用各種天然食材製作的醬汁點綴餐盤，視覺味覺雙享受，不少顧客都感到相當的驚豔。
蠻讓人驚豔。Flavor Flame is amazing. It is outstanding. It's fresh. The seasoning is to perfection. Most of Indian, we eat more, a little bit salty, a little bit more spicy. We just don't put more chili and salt. Other than that, the whole masala and ingredients are same, sir. And I think Taiwanese people are very smart people. We know, like in Taiwan, we know what's a real food. We know what we like. We know what's a nice food. So Taiwanese people really understand. Fla for Me 印度餐廳位於西門路一段與五妃街口，現點現炒，不預先料理或微波的方式，就是要讓消費者品嘗到最傳統的家鄉味。老闆阿倫也提醒，因為餐點都是現做，每道菜大約需要15分鐘才能上桌。不過，相信等待一定是值得的。Fla for Me 很好吃，讚！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農曆年節將近，到底年菜該怎麼吃呢？專家提醒，掌握食材選擇與料理原則，就能在美味與健康之間取得平衡。南門市場匯集多樣熟食、南北貨及各式糕點，是許多民眾採買年貨的好去處。營養師提醒，傳統年菜多為高脂肪、高鈉料理，若長時間大量攝取，容易增加身體負擔。建議民眾可以透過食材替換，提升年菜的健康度。過年期間其實都有這種鍋類，像是雞湯啦，或者是佛跳牆。那如果像這些佛跳牆的話，都蠻建議各位其實可以加入豆腐。再來的話會加入菇類的部分，那這兩項加進去的話，其實都可以讓食材變得更健康好吃。然後再來這些豆腐啊、豆包啊，這些都是比較低脂肪的，甚至於各位也可以運用凍豆腐的食材。另外的話，如果像是一些鍋類的話，也蠻建議我們裡面其實可以加入綠色的蔬菜。那如果覺得白菜或大白菜比較耐煮的話，其實也可以加入在這個火鍋當中吼。另外的話，就是我們象徵十全十美的這個什錦菜吼。很常我們會以黃豆芽這些去做搭配，再來的話，大家可以多加入一些紅蘿蔔啊、黑木耳，甚至於是冬筍的部分。這個冬筍加進去，其實也可以讓它的更健康，然後纖維質更高。營養師表示，預防三高關鍵在於減吃動戒睡，定期檢查掌握數值，3少1高，少油、少鹽、少糖以及高纖，維持每週150分鐘的規律運動，戒菸限酒，還有充足睡眠以及壓力管理，從飲食、運動、生活習慣多管齊下，才能有效遠離慢性病風險。這個三高不只是老年人的專利哦，老年人當然也有，但是18歲到39歲，事實上也有蠻高的比率，大概10%左右，也會有高血壓、高血糖或高血脂的可能性哦。那所以我們在這邊，特別是我們國人外食比例大概接近70%，那大家都要考慮到我們外食一定要好吃，所以難免會有一些過多的油鹽的攝取，也會增加我們三高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歡迎40歲以上市民2月2號到2月13號週1到週5到南門市場採買年貨之餘，也可以順道前往4樓進行免費健康檢測服務，掌握身體數據，讓新年吃得開心，也過得更健康。記者李希慧台北報道。桃園大廟景福宮推出限量旋轉平安符，供廚師爺拜頭香的信眾領取。另外，參加直爐主還有機會獲得特製聚財盆，邀請民眾試手氣，為新年討個好彩頭。農曆春節即將到來，桃園大廟景福宮每年都會準備精美的錢母，要送給過年來參拜頭香的信眾。今年廟方有別以往設計錢母，而是特制聖王宮的旋轉平安符，限量1000個，只要除夕當天晚上來拜頭香就可以拿，也讓民眾直呼好用心。今年的話，除夕夜我們桃園大廟景福宮有提供這個隨身的平安符，這個平安符功用很多哦，你可以放在包包裡面，可以放在你的皮夾裡面，還可以放在汽車吊在汽車的那個駕駛座旁邊，也可以吊在摩托車啊。可是我們今年有限量，要送1000個出去。如果來拜頭香的話，大家都可以領到這個平安符。還有我們今年的頭香是每一個人都是頭香，大家一起，我們收起來，大家一起，我們幫你們擦，所以說來都是拜頭香。感覺大廟每年都有新的文創，蠻不錯的。
啊，每年都來拜拜，都有發現很多新的創意。祈福宮今年沒有做特制錢木，而是全新推出八方來財聚財盆，小巧精緻的聚財盆象徵將智慧跟金錢統統拿進來。只要是執年爐主、副爐主跟首飾，就能把聚財盆帶回家。即日起開放報名跋樓主，報名就能夠獲得招財幣，歡迎信眾踴躍報名試手氣。你看這個筆非常非常的漂亮，這個叫做招財筆。哦，你今年來的話，可以來隨喜，我就送你。還有最主要，你看現在大家都想賺錢啊，所以說我們這個有聚財盆，這個可以八方的話聚財，這個也可以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今年也是馬年嘛，所以說馬上有錢。我們大廟每一年都有辦一個跋樓主的一個活動，我們今年的話就是3月7號，我們下午2點來跋樓主，來跋樓主的話我們很多獎品哦，你跋樓主的話你正樓主我們有送金牌，副樓主也有2個，也有送金牌，還有首飾有提供10幾個首飾，也有這個聚財盆，所以說歡迎大家來跋樓主。祈福宮每年過年還有一大盛會，就是新春繞境踩街。3月8號當天，在藝文特區還開放鑽轎底，邀請民眾一起來踩街祈福，祈求聖王公庇佑一整年的好運。3月8號連續就是第2天，我們還有一個桃園最鬧的，就是桃園這個繞境我們在當天的時候，歡迎大家來隨香。你只要來隨香，有報名會的話我們都有送很多的禮品。我們還有人家那個企業公司有提供的嫩球卡，在我們的藝文中心的話，我們只要嫩球卡就會送一個平安的龜苓膏送給這些香客。桃園大廟祈福宮的旋轉平安符會在除夕夜當天晚上11點起，讓來參拜投香的信眾領取，限量1000個。八方來財福運臨門聚財盆，只要參加跋樓主就有機會帶回家。歡迎民眾過年到廟裡參香，祈求開張聖王的祝福，還能獲得精美限量文創品。記者賴武一團報道。太平輪海難77週年隨師活動在太平輪紀念碑舉行。副市長邱佩玲代表出席，與罹難者家屬及各界代表獻花默哀，追思1949年罹難乘客，並向家屬表達慰問。各界也共同期盼要珍惜和平以及與家人相伴的時光。也請你把花束放在前方的台前，紀念碑台前。致意結束之後，請5位復位。畫面上是太平輪海難77週年紀念追思活動，在太平輪紀念碑舉行，主要是為了悼念1949年從上海開往基隆的太平輪途中發生船難，造成近1000位民眾罹難，無法到台灣與家人團聚過年。追思活動中，副市長邱佩玲在現場逐一慰問罹難者家屬，也聽到許多大時代的故事，相當令人不捨。你父女辛苦了哈，媽媽當時帶你一定很辛苦的。媽媽當然辛苦了，那個年代戰爭嘛，對，又在剛來台灣，什麼都不熟，對。所以我叫張和平啊，我的父親和平，世界和平，兩岸和平，就希望不要打仗，因為那時候中國整個都是在戰爭嘛，從那個抗日啊到內戰到台灣，所以兩岸交流的時候應該派您過去，張和平，對對，也跟他一樣，從來沒有見過他爸爸，也在台灣，那時候你也在台灣嘛，對，媽媽先過來了，媽媽跟姐姐。然後爸爸寄望爸爸在過年的時候可以碰到，對，然後結果等不到，就是那一天。爸爸那時候是軍人嗎？還是？不是，商人。商人啊，很多是商人。我知道每一年我們都會講到和平是很重要的，戰爭是沒有必要的。但是你會看到從裡面展現出來的是烽火、無情、人間有情。我們怎麼樣從裡面汲取這樣的教訓，讓我們知道再也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實是我們在今天在這個追悼的會上應該真正反思的。
77年了。當時77年前的大陸，很多人為了自由，為了希望獲得生存，或者是為了貿易。剛才我在現場看到很多的朋友們，你們是家裡面是做貿易的，父親必須過去，能夠這樣來往，因為生活必須，而到最後變成這個狀況。那剛才還有一位家屬告訴我，因為船上載了太多東西，可能是因為超載或是超重，而造成這樣的悲劇。怎麼樣從每一件發生事情上面汲取那樣的教訓，是我們身為後代在今天辦這個活動最重要的目的。現場的氣氛莊嚴肅穆，市議員呂美玲、議長秘書楊勝選、市議員秦真的助理黃仁瑜，跟主辦單位文化觀光局局長江婷梅等各界都到場陪伴罹難者家屬，共同追思紀念先人。像基隆設立太平輪的紀念碑，最主要它就是希望大家能夠重視生命以及重視和平。我們知道在大時代的這個巨人底下，有的時候和平是很脆弱的，生命更是不堪一擊。所以呢，透過這樣的追思，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重視我們的生命，而且我也希望所有的政府、政治人物都能夠追求和平。我想這樣的話，才是我們辦理這樣的追思最大的意義跟目的。透過每年舉辦的太平輪海難追思活動，眾人衷心期盼不要有戰爭，珍惜和平的可貴。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桃園市大園區志日前正式出版，成為桃園升格直轄市後13區中首部完成編纂的地方區志。歷時3年半，集結20多家專家學者，完成記錄大園百年歷史與人文發展，並首度納入航空城篇章，為桃園地方編纂歷史種下重要的里程碑。大園區志歷時3年半，桃園市大園區志正式出版。這是桃園升格直轄市後13區中第一本完成編纂的地方區志。大園區長余自松表示，近20年來航空城計劃影響大園地區發展深遠，因此首度新增了航空城篇，系統性呈現航空城推動歷程跟未來發展方向。未來區志將送交各地圖書館典藏，成為後續其他行政區編修區志的重要範本。那這也是我們升格直轄市之後第一個區所編修的一個區志了哈。那原則上，這個區志是已經把我們原來應該要保留的各種篇幅哦，那包含各種文化的一個傳承的部分都保留下來了哈。那這一次的一個編修裡面呢，也增加了航空城篇。那這個航空城篇就把我們航空城的一個推動跟未來的展望也放在這裡面了哈。那這一本區志呢，未來絕對是一個要研究整個大園區的歷史，或者是人文，或者是政治，或者是各項的經濟建設，都是值得參考的一本典籍啦。那未來我們也會把這些區志呢，會送到各個圖書館，希望借由圖書館能夠給我們的所有的民眾來做查閱，然後歷經了這幾年才把這個區志完成真的也蠻辛苦的真的感謝大家的一個協助跟幫忙。那也希望它是一個可以傳承給我們後代子孫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典籍。協撰人楊善堯指出，本次編纂集結了全國2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更有1/3是桃園人，總共編修12章節，其中宗教民俗篇特別耗時1年多，實地踏查並完整記錄大園區內所有土地公廟，為地方志少見的深入調查。而區志的書籍設計也展現了在地的特色，以藍色為主視覺，結合航空、海洋與100年前的古地圖元素，象徵大園臨海臨空的城市性格。那主要的這個總轉是現在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的皮國立皮教授，那他帶領的這個20多位來自全國不同的大專院校的教授、副教授跟助理教授級以及幾位的博士生，好，那一起共同參與這個區志的編纂。那1/3是桃園人，所以呢，對於參與這一個方志的編纂呢，其實也就是在參與自己家鄉的故事的編纂。宗教篇也是一個這一次很特別的地方，因為宗教篇我們這一次
次納入的這個內容，除了調查整個大園地區的宗教發展概況、宮廟、教堂、教會以外呢，很特別的是，我們花了大概1年多的時間，將整個大園地區的土地公廟全部跑過一次調查，而且也做了這一個拍照。這樣的一個記錄的動作，好，所以呢，這個東西收入在裡面也是過去歷次的這個方志編纂並沒有做到的一個部分，好，會是這次一個我覺得蠻詳細的一個亮點。我們這次整體的這個區字用的是藍色主調，原因就是要配合第一個大園區的這個區徽，好，那再加上呢大園這邊獨特的2個因素，第一個是航空跟天空有關，然後再來第二個是臨海，然後再配合整個大園的封底的這個古地圖，好，這個是日本時期大概100多年前日本人所繪制的台灣寶圖，好，那由這樣的一個方式，然後再加上封面打開了之後呢，其實還看到的是有飛機的元素，好，那就把這幾個大園獨特的一個因素把它設計在這裡面。桃園市大園區制的完成，不僅為大園留下100年來最完整的歷史記錄，也讓地方故事得以被系統性保存與傳承。透過學術編纂與在地觀點交織，區制見證了大園從傳統農漁聚落走向城市的重要轉變，成為串聯城市發展與文化延續的關鍵文本，也為桃園13區的地方史書寫立下重要的里程碑。記者雲桃報道。曾在36年前以台語歌曲《愛玲的尊里港》走紅的歌手方怡萍，睽違2年多，再度推出新專輯，並選在家鄉台南舉辦首場新歌發表簽唱會。活動現場星光雲集，包括在地主持人安中以及紅人榜歌手高家群等人到場力挺，氣氛活絡。台語金曲歌后方怡萍時隔2年多再發表新歌，簽唱會首站從家鄉台南出發，不少歌迷朋友都跑來支持。這是難得的機會，一定要來參加。他唱歌很好聽，我們很喜歡。這憑據這條該站。這回新專輯曲風從深情到逗趣都有，相當多元。同名主打歌《凡萍上真》則請到王海波老師共同演唱，把人生的生旦淨末丑角色完整詮釋。京劇跟台語歌的這樣的結合，我想是首創，希望說能夠得到一點回響，然後又不是很自私的，就是有一點像坑誰哦，日子總是一天一天過，傳一個大開放風吹。當中也有不少歌曲都是男女合唱，找來年僅23歲白冰冰誇讚歌聲神似費玉清的子華，在超級紅人榜竄紅的高家群，甚至是中生代歌手，包括富力電視台主持人安中、方怡萍1打5，演繹各種不同風格曲風。在台語歌壇，而且這麼低迷的時候呢，我希望着咱的電視台當發揮着咱的功能，讓咱這個台語歌來做一個傳承，讓咱作詞作曲的老師，咱整個唱片界可以得到一個養分，一個滋潤。新專輯多元豐富的精彩度，力求在台語唱片市場創造傳唱話題。記者收懷談的報道。台南安南區市草地區不僅擁有國家級濕地生態，主祀鎮海元帥的市草大眾廟也是地方信仰中心。電視節目《戲說台灣》全新單元劇以鎮海元帥為主軸，特別選在市草取景拍攝。開季當天，地方首長與民代到場見證，期盼透過戲劇傳承，守護地方的信仰故事。為台南市安南區的市草大眾廟主祀鎮海元帥，不僅是地方守護神，也代表早期台灣人民開拓歷史、忠義精神的象徵，在市草地區擁有極高的信仰地位。為了流傳這段精彩的事蹟和故事，3立電視台《戲說台灣》將以定海灣水摸古公的新單元劇來呈現。它就是講陳友的故事，然後鎮海元帥在還沒有成仙之前他的事蹟。那這部戲裡面，我覺得很有教化意義，對大眾來說，我覺得是行善積德。聽說是台灣第一個被封神的這個百姓哦，那現在變成是一個元帥。
那我覺得在市潮這裡，我也是第一次認識鄭海元帥。那我覺得這個可以讓大家廣為宣傳，然後讓更多百姓或者更多人民能夠來這裡參拜。電視台來拍這個阮四座大將爺的故事，會當流傳給所有外地、全省各地的觀眾，閣加信徒會當來知影大元帥的故事，安尼會當來流傳千萬年安尼。戲說台灣劇組選定1月8號的良辰吉日舉辦開鏡大典，邀請明代貴賓共同上香，祈求取景平安、收視長紅。也希望該劇除了演出鄭海元帥成為台灣第一人成神的事蹟，同時借此行銷安南區的觀光。咱家有四草隧道啊，有美景，那有神蹟啊，歡迎咱全國的民眾來透過戲說台灣來了解啊，來灣西側大將廟才行行了解啊，咱鎮海大將軍西側大將廟，咱守護啊，咱西側地區啊，這片土地會保護咱人民的安全啊，甲新偉的顯赫的歷史，而且真感謝。咱三立電視戲說台灣的節目。開鏡典禮會中也吸引許多外地遊客好奇的眼光前來觀禮。根據了解，戲說台灣最近陸續來台南取材，收集各地的傳奇故事和宮廟文化等內容，皆十分令人期待。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企業年終陸續揭曉，從中華航空平均9.7個月。到台灣高鐵總獎金7個月創新高，各產業年終出爐。年終不只是犒賞，也成為企業在景氣與缺工壓力下穩定軍心、留才的重要指標。43歲的 Vicky 任職物業秘書半年，臨年終又遭惡意扣薪，上個月終於受不了，主動離職。所幸缺工潮下，不到1個月就找到新工作，薪資差不多，福利更好，順利無縫接軌新工作。就是我一開始進物業的時候，並不知道它並沒有年終這個狀況，是進了公司之後才發現沒有年終。對，然後後來呢，因為進去之後發現工作環境啊還蠻混亂的。所以說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種環境，所以我就決定在去年底的時候提離職。那提離職完之後呢，的下個月的薪資就被前公司前東家以一些奇怪的名目，克扣了大概將近1/3的薪水。然後我就跟前公司詢問這是怎麼扣的，然後他們的回答也是很不清楚。那直到我後來說，那如果是這樣子這麼不清楚的話，我就可能要向勞工局做申訴，然後最後才退還被扣的這筆薪資。62歲的 Candy 任職塑膠社出廠，倉管6年，受關稅衝擊，公司簡單裁員，曾放無薪假，年終恐怕不到1個月。考量年紀與健康因素，目前暫不考慮轉職，選擇留在熟悉的職場。因為去年關稅的問題哈，我們無薪假是連續3個月，每週都多休2天。然後因為這個關係之後呢，我們的貨量還是沒有提升。後來我們就是用裁員第2波，裁員的話大概裁了10幾位，10幾位之後，我們的工作好像每個員工都可以正常上班，但是的貨量還是沒有接上來。所以我在想說，我們往年大概都會發1個月的年終，那今年可能沒有到這一個這麼高的一個數字，因為像我們這種年紀這麼高了哈，你想要轉換跑道都是很不容易了。像我今年62歲了，你想投履歷出去，可能都沒有人想要看。對啊，所以我們就是想說，目前以穩定為主，就是說好就穩穩的做到退休這樣子。交大碩士的製程工程師 Emma 公司受惠 AI 訂單，年終與分紅超過3個月，但高壓工時，日均12個小時，假日也要輪班，讓他健康亮紅燈，在高薪與身心耗損之間陷入職涯抉擇。目前任職於科技廠，那是生產線相關的工程師，年終分紅就受惠於 AI， 所以有比過往再多一些，但是相較於大家熟知的護國神山，可能就是沒有那麼的好。公司受惠 AI 的時間比較晚，可能再看看今年會不會好一些。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已有65.4%企業確定發放年終，平均1.58個月，創下15年新高。年終最趕發的前5大產業依序為金融、建築營造、科技、運輸物流以及醫療業，其中金融保險業平均1.97個月居冠，顯示獲利表現與留才需求仍是年終多寡的關鍵。這種調查呢，發現說呢，有65.4%的企業在2025年都會要來發放年終，而年終的平均月數呢是來到了1.58個月。這個數字調查呢，也是我們這個15年來的新高點哦。那至於前3名，包含像是我們熟悉的這個金融跟保險業了，他們發的年終呢，將近是來到2個月哦，有1.97個月。那麼另外呢，第2跟第3名呢，分別是這個營造不動產產業呢，第3名呢則是這個廣義的科技業。那當然呢，對許多企業來說呢，能夠發放這個年終獎金呢，最主要的就還是留下這個人才啦。然後有將近60%的企業是這麼認為的。不過呢，當然要怎麼樣才可以符合發放年終的條件呢？這最主要的原因呢，還是要看這個公司在年度的盈餘的狀況哦。第2當然就是看個人的績效了。但是如果呢，公司沒有辦法呢，在這個年底給大家呢一個這樣子的年終紅包，那有將近呢50%的企業他們會選擇可能包含像是提供一些紅利獎金啦，或者是用分紅的方式呢，還是希望可以讓員工過個好年。那但是呢，也是有一些產業在今年的表現不一定那麼理想哦，可能包含像是一些廣義的服務業，他們就是今年在徵不到人的情況之下呢，還有就是可能在各方面的盈餘狀況呢不如預期的話，就比較容易會讓這個員工失望，拿不到這個年終獎金。人力銀行指出，年終高低反映企業經營成果，但對於上班族而言，更應同步評估產業前景與職涯發展。年終固然重要，長期穩定成長空間與工作彈性，才是決定去留與轉職的關鍵考量。記者林慧台北報道。由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新建的新都安居 A 社會住宅，總共621戶。是台南東區首座開放登記入住的社會住宅。日前開放首批住戶看屋、選屋，民眾對周遭環境、生活機能及建築設計普遍給予肯定。位於台南市東區崇吉一街、台南副都新開發區的新都安居 A 社會住宅，是由中央國家住都中心新建，規劃地下2層、地上14層的3棟建築群，總共621戶。是台南首座中央新辦完工社會住宅，目前開放首批民眾看屋選屋。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新都安居，我們做了605戶的招租之外，那115年我們也還會有新市跟那個開南2個社宅，那這2個社宅加起來的總戶數也會有將近1000戶，所以目前在台南市中央推動的社會住宅的存量跟招租的戶數，應該是在其他縣市來說，我們是提供的供給戶數最多的。因為每個人的需求跟他喜好的房型不同，那有的人會以樓層的高度由上往下選，那也有的是優先考慮坐向，可能他希望朝北或朝南的方位。那原則上，各房型的那個各樓層都有他喜好的族群。新都安居 A 社會住宅因為臨近巴克里公園，附近有文化中心、醫院與學校等生活機能方便，而且社區保留社會福利空間、店鋪與大面積廣場空間，營造友善婚育宅環境。那我們會提供像是老人服務的據點，或者是類似像這種跟 NPO 合作的一些服務空間，去增加周邊社區的一些社福資源取得的可及性。那另外社區原本就有規劃留設了18間店鋪，那目前也由本中心這邊在積極招商，那後續會以增加一些民生需求的業種為主。其實婚育戶的申請量是有超過我們的預計的戶數，那只是說因為我們還是有保留在婚育戶裡面有一般戶跟弱勢戶的比例，所以弱勢戶的婚育身份申請的人數有比較少一點，但後面我們也會再把這個戶數就是回流到其他的弱勢戶去做增補，所以總爭取的戶數還是會滿足605戶的這個台南市民的需求為主。其實是在想，如果以後台積之後沙崙有現場的話，那這邊距離沙崙的通勤會比較近，所以當初才會選擇來抽這邊的社會住宅。坪數也 OK， 那周遭環境其實應該也是等日後的附近周圍發展，因為聽說未來也會有那個第2間的好市多，對。
對這件事情本來就蠻感興趣的，我們自己也需要有私人空間。小孩子長大之後，如果在這種房間其實比較大，他們如果可以多多去走動啊，下面也有其他公設，我覺得对小孩子成長的幫助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我煮飯什麼都很方便，他們也都看得到我，就是我去哪裡的話，小寶寶他們都看得到，他們比較不會擔心，比較不會害怕。在首批住戶看屋選屋，因為到場民眾實在踴躍，現場進駐物業與保全公司也充分引導民眾，準備3月份迎接住戶進駐。這邊出入的部分的話，我們大概就是的走向跟一般的豪宅一樣，我們進出的話都是有门禁管制的，我們必須要刷卡，你才能夠進來。那在系統的部分的話，其實我們都有那個住都中心，它這邊也有配置那個一些巡邏點的部分，然後還有一些監控的系統。那監控系統的部分的話，当然就是我們的監控室這邊的話，就是有人員，他們會24小時的下去做監控的動作。除了物業管理公司進駐，另外中嘉寬頻3冠網有線電視也提前掌握台南市民對穩定網絡與有線電視服務需求，在社會住宅新建時同步規劃，在園區周邊設立服務窗口，提供住戶即時諮詢與後續服務，讓社會住宅住戶不僅住得安心，在網絡與有線電視的使用上也能同樣放心。記者林銀庚、何喬邦台南採訪報道。基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藝術活動基隆美展日前舉辦頒獎暨開幕活動，副市長邱佩玲親自頒獎，並邀請民眾前往基隆美術館3樓欣賞多元藝術的創作。作品名稱《回響》，恭喜以上得獎者。畫面上是基隆美展盛大開幕，展出東方媒材、西方媒材跟立體造型類的各式精彩創作。各類別第1名獲獎者跟最大獎項基隆獎，由副市長邱佩玲親自頒獎。好，我們比個愛心好不好？比個愛心。我的作品的話呢，它其實是我把我的水彩呢結合了複合媒材，做不一樣屬性的表達。那背景呢是描寫社子島看往重陽橋的一個景象，一個夕陽景象。我非常的開心，也很榮幸。那就是謝謝評審老師跟基隆文化局，還有謝謝副市長今天的蒞臨。基隆獎的這件作品哈，雖然是很平常的水彩畫哈，但是它有一個意境啊，台灣畫家很少去碰到的，就是從這一張畫的風格拿到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攏會知影講這是台灣人有的那個鄉愁很重要。基隆美展今年第40年，今年參賽作品有350件，比去年大概增加了快30件，每一年的遞件次數越來越多，表示基隆美展在藝術家跟我們這幾位老師努力的協助之下，讓得到基隆美展的人就是一個最棒的履歷表。很開心，他們可以今天都到現場來。所有的藝術家真的是讓我最敬佩的，尤其我們在作畫的時候是要非常靜，而且非常要有靈感。這是我從兒子的生活裡面來了解的。我力祝今天的我們這個活動圓滿成功，更祝福我們現場每一位藝術大師，所有的藝術老師們，大家都在新的一年，希望每一位都平安健康。謝謝文管局持續也對這個美術的展覽，然後比賽這一些的賽事，然後努力，讓我們基隆一直能夠延續下去。那恩典在這裡祝福，也謝謝，首先謝謝我們的藝術家們願意提供你們這個好的作品，然後讓我們基隆發光發亮。因為曾經我也是坐在底下的藝術家之一，對，我有投過我們的基隆美展，就有參與過這個盛事。那在這邊呢，還是要非常感謝我們基隆市政府跟文管局，可以讓這個活動持續的下去，像我們副座說的一樣，可以讓在台灣發光發熱，成為基隆最有名的品牌。文化觀光局表示，基隆美展不僅是一場藝術展覽，更是基隆與世界交流的重要文化平台。即日起到3月8號，在基隆美術館3樓展出，歡迎市民朋友到現場參觀精彩的藝術創作。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菲律賓阿克蘭省去年8月和台南市締結姐妹市，省長米拉佛洛斯也在11月應邀來台參加大台南旅展宣傳。
為了表達感謝，黃偉哲市長近期率團回訪阿克蘭省，討論未來進一步的合作方向。菲律賓阿克蘭省長米拉弗洛斯去年8月初來到台南締結姐妹市，旋即響應去年11月的大台南國際旅展，展現雙方友好互動。為進一步加固雙邊情誼與未來發展，黃偉哲15日深夜飛抵菲律賓，16日一早便啟程前往省府，與省長米拉弗洛斯、省議員朱比特以及行政長官安提會晤，洽談未來合作構想。A total number of graduates every year that is growing. That's college curriculum. College, that's 4 years courses. So this year we were able to graduate 4,500, and in the coming years we are seeing an increase of around 10 to 20%. Excellent. Yeah, and these are actually good students for tourism. We also have a lot of teachers. Caregivers, right. We can train them. They English speaking. Yes, English speaking. 非常高興能夠來到菲律賓的我們的友誼城市阿克蘭省，那跟我們非常友善的好朋友省長一起來拜訪他的辦公室，也這個洽談一些雙方的進一步的一些交流與合作，包括學生的，包括運動的，也包括未來經濟發展的。那台南市可能我們也會跟我們的商業總會跟工業總會一起來這邊來做一個訪問團，將來尋求進一步經濟合作的機會。訪問期間，碰巧遇到阿克蘭省當地最重要的慶典阿提阿提汗節，訪問團也受邀參與遊行，親身感受阿提阿提汗的熱情與歡樂。Ati-Atian Festival. This is for our patron, the Santo Niño de Calibo. So the Santo Niño is very special to us. He gives us all the blessings, not only for our family but for our community. So during this week-long celebration, we pray and we thank the Santo Niño for everything that he has given to us. So we have been doing this for centuries here in Aklan, and we are continuing the tradition in merrymaking, dancing in the streets with the beat of the drums and a little drinking in the streets. So we have come visit Aklan. Yes, so come visit Aklan. This is the Ati-Atian Festival is every January of every year. So I hope that our friends from Tainan can experience this beautiful celebration. 激昂鼓樂，熱情腳步，阿提阿提汗節有如嘉年華般的狂歡氣息，令人印象深刻。黃偉哲這趟也向省長發出邀請，希望阿克蘭省能參加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若一切順利，市民朋友在今年10月也能親身感受阿克蘭省熱情獨特的民俗慶典魅力。記者張碩維，菲律賓採訪報道。為了疏解中豐北路和 A21環北站周遭的交通瓶頸，桃園市府決定打通延伸南園2路，直接銜接中豐北路。這段200多公尺的道路被視為改善中壢交通的重要關鍵。不過，市府也坦言，用地徵收會是最大挑戰，最快要到2029年才能通車。自從國道1號中豐交流道通車後，中豐北路的車流開始滿載，許多駕駛為了要前往中壢市區或工業區，往往得繞一大圈，因為關鍵的橫向道路南園2路到了這裡就成了斷頭路，無法直接到中豐北路。為了改善這個交通痛點，桃園市政府工務局經過多方協調，終於在今年初完成了都市計劃變更。這項計劃新闢的延伸道路，全長雖然只有217公尺，寬度18公尺，但卻能發揮極大的分流效果。不過，民眾最關心的還是，到底什麼時候這條路才能真的通行？因為現在正在做這個都市計劃中的一個公告作業，那公告完成之後，就可以請我們的用地科呢來做這個用地的一個取得。那原則上一般取得需要2年的時間哈。
所以說最快的一個作業期間就是2年後，最快可以来辦理這個設計跟施工的動作這樣。為什麼這短短200公尺這麼重要？目前的南園2路只串聯了中原路和新生路這2條縱向幹道，車流往往卡在市區出不來。未來一旦延伸打通到中豐北路，等於是將中壢工業區、搜狗商圈以及機捷 A21環北站、A20西南站的周邊路網全部串聯起來。這對於正在快速發展的中壢舊城區與重劃區來說，就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脈。中壢的這個橫向的環狀銜接道路是非常少，那現在主要以這個環中東路這些環狀的道路外環的一個為主。那南園2路算是從中間來做一個橫剖，所以說它可以更快速的來銜接中壢的東西區的一個發展。那南園2路銜接到的這個中豐交流道那邊呢，那讓中壢地區的民眾也可以快速的來上到交流道跟銜接 A21跟20的一個接駁，這樣。不過工務局也坦言，雖然目前程序已經開跑，但如何順利取得用地，將是未來最大的考驗。那因為用地階段涉及這個徵收人民的土地財產，那有可能會引發一些民眾的抗爭，像一些拆遷跟抗爭的部分。那到時候如果抗爭比較大的時候，在徵收計劃書的這個執行跟審定也會出現一些狀況這樣子。那剛剛有講到它可以串聯這個從中原路、新生路這2大地方的車流，一直把它接到這個中豐交流道跟銜接 A21跟20的一個狀況。那這樣以後呢，以前走這個環形的道路、走外圍道路呢是比較慢，那我們走這個市區的中央的這個東西向的道路，就可以直接來做這個市區的便利的串聯這樣子。雖然困難重重，但隨着都市計劃正式生效，這項總經費預估超過4000萬元的工程案已經跨出關鍵的第一步。市府將努力完成用地取得與開辦說明會，目標鎖定在2029年完工通車。到時不止中壢居民不用再繞遠路，對於疏解國道1號中豐交流道周邊的車流壓力，也將帶來立竿見影的成效。記者陳浩台場報道。感謝您收看中嘉新聞週報，我是許曼珍，我們再會。